即马因为停课，教育部稳准学校伫疫情期间用线顶的方式提供少年囡仔心理关怀辅导。其实，伫咧美国早伫咧几落十当前，就一个做同性咨商，民间团体也希望讲咱台湾会当早一日开放。你好，我是今天跟你对话的諮商心理師，我是凱翔。那今天我們大概有30分鐘左右的時間，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諮詢。心理諮商師佇咧線頂聽民眾講心事，這是民間團體佇咧疫情期間特別設嘅免費諮商服務3禮拜就已經超過1300人。不過青少年族群今麥因為停課，大約有3萬位大學生諮商嘅需求長期。今麥教育部簡單穩準學校佇咧疫情期間用軟鼓勵輔導甲關懷來當做諮商服務。原因考量第一個當然是治安問題，第二個部分當然是司法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心理司法的前提之下，他通訊諮商依然只規範諮商所或治療所才能申請去辦理、去執行。電話的關懷參這個諮商，伊是無共款的啦。諮商伊是一個固定的時間，咱有就講咱逐禮拜見面，一間見安尼50分鐘，過來因的這個會談的主題是較深的，有去個探索伊這個起調的迄個情緒的部分。專家表示，美國佇咧去年3月份就發布緊急命令，要求排除所有障礙，讓病人順利接受醫療服務。只要確保基本的資訊安全，唔管人佇咧倒位，攏會當諮商。因那台灣即馬有申請軟鼓勵諮商的學校無夠10間，同性諮商的年歲也限制要滿18歲。民團希望中央放寬相關的法規，讓諮商服務更加即時完整。記者阿敏珍、林學凱台北報道。